romantic all my life. Hope that's romantic all my life. 大家好，我哋整一個可以俾長者玩嘅遊戲，個遊戲叫做歡樂跳不停，可以讓長者嘅需求係手腦協調、判斷力。產品設計係玩家通過長按鈕來控制企鵝往前跳，按鈕按得越耐，企鵝跳得越遠。如果玩家連跳5下，那所得到的分數就會加1倍，而連跳5下，企鵝會變大，隨着時間會增加，生命也會多一條。但是如果跳躍失敗，企鵝就會變小和失去一條命。Hope that's romantic all my life. 而家我要試玩呢個遊戲。喺呢度可以揀簡單同困難，用呢個中間嘅嚟調節。呢個就係呢個遊戲。